这台白烧车车头弄甲坏了，边仔这台重机车壳零件落甲满世界，看会出来弄一个真正力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来看行车记录器。这个重机本来徛好好，车道向出现一台正向的车，所来就发生悲剧啊！一个小浪，这个骑重机的人被弄一个位差不多10层楼高的宽中大道摔落到涂骹，上夜时司机拢变形。有看到人吗？再走了！哎，在底下那个救护车。车祸发生伫10月10点外，当时女驾驶载囡仔为台北佚佗，煞要转去宜兰，伫宽东大道正向伫驶，去下一台车，搁弄着重机，只需22岁，骑重机的这个人，因为伤势伤重，救袂完。看导航，然后然后就开上来，然后就意识到使用学手机来不及。警方讲双方拢无啉酒，若发生车祸原因，爱搁进一步的调查。那这个女驾驶因为驶正向的上悬，会予人罚1800块。这个案件依照公共危险过失伤人致死以上，本来是欢欢喜喜出门去佚佗，即马规个拢变调。你订阅华视新闻了吗？赶紧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还要到我们的脸书粉专按赞追踪哦。